来关心北韩昨日搁试射飞弹，国防媒体讲这是战术核武模拟射击的演习，目的是要警告敌人。然而南韩的军方是推测，这届射的飞弹可能是会当挂火山31核弹头的飞弹。然而日本这边嘛抗议北韩直直试射飞弹，安尼是严重威胁国际和平。 北韩伫8月30日才打试射飞弹，过无几天，初二伫台湾时间透早3点左右，又搁发射飞弹。根据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指出，这个飞弹有可能是箭矢1型，也是箭矢2型的巡弋飞弹，会当搭载火山31战術核彈頭。日本对此提出嚴正抗議，佮一擺強調北韓的行為嚴重威脅地區佮國際社會和平穩定。前例のない頻度と新たな対応で続く 北朝鮮による一連の挑発行動は、我が国の安全保障にとって重大かつ差し迫った脅威であるとともに。 这个北韩试射的飞弹飞行距离有1500公里，而且用8字形的轨道飞行，最后伫目标面顶150公尺的所在爆炸。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初3嘛报道说明是进行战术核武模拟射击演习。 目的是警告敌人，而且其中试射2粒飞弹，佮搭载模拟核弹头。南韩认为北韩的目的是威胁美国、日本甲南韩3个国家，典型会当对朝鲜半岛的区域甲自治美軍做核武攻擊的能力。日本政府对此追加对北韓的制裁。このような状況の中、米国及び韓国とも歩調を合わせ、3団体4個人を 外為法に基づく資産凍結等の対象として追加指定することを。另外，为了推进发展军武，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嘛，伫同一天视察军工厂甲相关的生产机构，对员工的生产力评价真悬，嘛展现强化国防经济建设政策的做法。国际新闻台是唐平益。